啊。
来呀！请马公如何吩咐？与我将弟弟我结了。请马公，你别了，你到你亲手去接。区小事，好让我亲自同行。请马公，内里这蔬菜比不得其他食材。本府是有舌头是书，立体立法哪点不清？本府同去儿等同学，这片此地，本不问理尽此。来，与本府尊敬上来。
气
你看，既是婆婆吩咐，必须大胆执行。公子，你仔细听了。我阿妈为无理，我那女子理，当今为妻子，这才虽山长了有趣。姑娘，你须细细讲。君子，那位小姐非但才华出众，推身
帮俺离途子女都用哦。君子，你要嫁财就嫁财我吧。不见死不惧大也罢，两位姐姐，快快起来。在做好心。
想到来舅妈公正在死亡里做文章。哦，我儿不懂王府里的外貌君子度假之地。相爷是哪里话嘞？我们那位舅妈公呀，有文好，相貌好，心地好，真是啊，好的说不出来的好。笑啊了，笑啊了，公公，这却是真话呢。啊，公公啊！礼部上司徒他生怒气冲冲而来，是要找吴丞相问话。我说来了，有请。是有请。你问我儿子图用哦，哈哈，你儿子与我无关啊。
之礼。大人请坐，多谢琼子。你是何谁？这就是你女儿涂用啊！哼，我哪来你这个女儿？弟弟，可怜女儿300年来，女扮文章，痴情苦命，这却是弟弟所为。好啊！原来是此。大人，你身为礼部尚书，经过上天很礼仪，对老夫救命圣上，定要从重治罪。先把他押下去。夏琼子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别问你，雇佣我几十女子，你为我要她家败人生，却此不明，还要她在贼王后以黑于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怎的什么意？夏爷，你总还记得18年前，你我两家同生贵子啊？怎么18年以后？我说你这个老糊涂啊，老糊涂！生了我，要还你不离不来，哪里多？常言道，是生是养是艺术，几男几女要上家步，看老夫经过自家少功夫，三女一论很清楚。可笑你把公庙当葫芦。哎呀，老乡爷，这都是我一笔写来起哄过。你夫人骗你为我不知你他什么凶事妇？你有意之秀，哈哈，老夫记着丞相府，点点滴滴都清楚，看退了民间中男不中女，一封一作一套礼部，你身为礼部理不懂，上应下要最难事。公公，此事当何此之？对老夫明日救命圣上，革去他礼部之责，将其女当时死老严加查困。一儿媳之间，这杜大人果然才有应得，这杜小姐生不与己，几经苦事。对！哎呀，琼子，这都是下官一生之罪，这与我女儿无关呐。哎呀，公子，有关风化之事，正需杀一儆百。只怕怎了一个你的事情，却不好办。十月君子杀有法业，严厉严正。三女朝廷重任，当何此之？事故发布请诉，适当统裁。这是王亲不弃，有关相父身亡，应当时候更加创年争取。君子，你何出此言？只因杜小姐与穷马公疏于交往，只怕家宅小姐，只怕穷马公
莫非你那清白女子早在勾引我儿，引得我儿心比体贴，不为女色所动？嘿，丞相你休要无色，是你儿子多次上门，分明是他勾引我女。放肆！是归来，这女的勾引男的，哪有男的勾引女的？不行！哎呀，公主，请你换成我儿，老夫我要当面查对。公公何必多此一举？哎，老夫办事从不徇私，当面查对，也好叫他看我幸福。此次出来定要查对，定要查对。此次与青琼马公，与青琼马公。莫非你是古玩学艺去天王爷府？哎呀，公子，此事老夫实在不知，
说那夫人不好。君子，你听他说些什么？退了夫人约，没有饭要一口，你当再加一等。哦，哎呀，君子，老先生朝为官多年，也是朝廷忠贞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君子，是对他情理所言，朝廷从官更是严加正视。对，是我下官可以作证。哎呀，孟师兄，君子。君子，下官决心快下地，我越思越想，越回去，我盼子盼得跨断气，才知道今天牢狱空关系。对，让我这里女儿接